Hello，親愛嘅朋友們，你是否正為人生嘅第一個家而心動不已呢？想象一下，喺將軍澳呢個充滿活力同埋綠意嘅海濱新城，擁有一個溫暖嘅一房一浴室嘅小窩，實用面積365尺，就能實現置業嘅夢想。呢唔係遙不可及嘅幻想，而呢度正等住你嚟溫暖佢啦！我哋一同睇睇。樓盤位於九龍將軍澳市中心，樓齡僅7.7年，保養得宜啦，讓你入住即享現代舒適。後網係95後網，為小朋友嘅未來鋪路，優質教育資源近在咫尺，俾家庭帶來無盡安心。推開窗即享迷人嘅景觀，遠眺綠意仍然嘅公園同埋海景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忘卻城市喧囂，每日回家都係療癒時刻。呢個單位咧特別適合年輕手指嘅夫妻啦、小家庭啦，或者係單身貴族啦。空間豐正實用，一房一浴室嘅設計親密溫馨，寓於布置成屬於你嘅愛巢。無論係新婚燕爾咧，共享浪漫，或者係為寶寶預備未來，呢度都能承載你最真摯嘅夢想。入住後啊，你會發現將軍澳唔止係一個住所，更係心靈歸屬，讓每一天都充滿動感與喜悅。快來把呢份難得嘅緣分吧！查詢私信更多實拍嘅圖片同埋睇樓嘅安排。一起開啟首置新篇章。